最近如果你有留意財經新聞，或者身邊有內地朋友想落嚟香港開銀行戶口，可能都聽過一些好驚人嘅傳聞。有消息號，而家香港的銀行開始全面禁止內地人開戶口，甚至連我哋平時買開嘅港股同美股，以後都有先經過官方核准同埋備案先至可以預。呢個消息一出，真係成個金融圈都震晒。究竟呢件事係真定假，定係大家炒作編造出嚟嘅恐慌？如果呢件事持續發酵，對香港個財金體系會造成極大嘅衝擊。今日同大家到幾位喺中環打滾多年、真真正正嘅行內資深前輩，幫我哋大爆內幕，計殺班行內人到底因為咁樣損失咗幾多生意。更重要嘅係，除咗銀行同證券業之外，原來香港仲有兩個核心行業，好大機會成為下一個被開刀或者被嚴格監管嘅目標。講到呢度，我哋先要拆解下個謠言嘅源頭。點解突然之間會傳出香港銀行禁止內地人開戶呢間咁震撼嘅事呢？其實只要你最近有去過中環、尖沙咀或者旺角嘅大型銀行分行，例如匯豐、中銀或者渣打，你就會發現一到周末或者內地假期，門口排隊嘅人龍長到好似買演唱會飛咁。當中起碼有8、9成人都係揸住往來港澳通行證嘅內地同胞。佢哋開戶口嘅目的好簡單，一係就係為咗資產配置，一係就係想落嚟買港股、美股或者買香港嘅保險產品。但係就在呢個開戶熱潮最高峰嘅時候，突然間好多內地社交平台、考試小公書或者微信朋友圈就開始流傳一啲貼文。有啲人話自己去到櫃台，明明帶齊晒所有證明文件，包括身份證、通行證、3個月內嘅住址證明，甚至連內地銀行嘅流水賬單都準備埋，但係最後都係被銀行客戶經理用各種理由拒絕咗。有啲經理會話你嘅開戶理由唔夠充分，有啲就會話今日嘅籌已經派晒，請你下次再預約。甚至有人即刻被暗示話而家政策咁咗，內地居民開戶審查嚴格咗好多。當你個案喺網上越傳越多，慢慢就演變成一個好誇張嘅講法，話香港銀行開始全面禁止內地人開戶。行內人聽到呢個講法，第一反應其實係笑而不語。因為從法規同商業邏輯上嚟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絕對冇可能明文出一條咁樣嘅規例，去全盤否定冇一個特定地域嘅客戶。但係點解大家會有呢個強烈嘅體感，覺得開戶變到難若上青天啦？呢度就講到銀行內部嘅所謂合規審查，即係我哋成日講嘅監管。香港嘅金管局對於反洗黑錢同埋反恐怖分子籌資嘅要求，喺全球範圍內都算係數一數二咁嚴格。銀行開一個戶口，如果以後呢個戶口出咗事，涉及一啲不明資金來源，銀行唔單止要面對天文數字嘅罰款，相關嘅合規主管甚至要負上法律責任。對於銀行嘅客戶經理嚟講，佢哋每開一個內地客戶嘅戶口，背後要做嘅背景審查功夫，其實係開一個本地香港人戶口嘅幾倍以上。佢哋要核實開戶人嘅資金來源是否合法，又確保呢筆錢唔係透過境內地下錢莊或者一啲非法渠道走私落嚟香港。如果一個內地客越到嚟，話自己開戶口純粹係為咗儲蓄，但係又攞唔出一個好合理、好具體嘅資金來源證明，或者佢全副身家都係現金，咁客戶經理為了自保，最安全嘅做法就係用一啲婉轉嘅借口拒絕你。所以所謂嘅正用，品質上其實係嚴查。銀行並唔係互相賺錢，而係面對日益嚴苛嘅監管環境，佢哋寧願將門檻調到天咁高，篩走一啲高風險或者冇乜油水嘅客戶。講完銀行開戶，另一個令到所有投資者人心惶惶嘅傳聞，就係關於買港股、美股有核准備案。呢個講法其實並唔係完全空穴來風，佢背後牽涉到近年內地對於跨境證券投資政策嘅大幅度收緊。大家如果記性好，應該會記得幾年前口流成一些所謂的跨境互聯網券商。呢類券商主打個概念，就是內地投資者完全唔需要親身落嚟香港，只要喺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動動手指，上載身份證，就可以幾分鐘之內開到一個香港或者美國嘅證券戶口，然後直接炒港股同美股。當年呢，中摩斯做得非常之大，吸納咗成千上萬甚至過百萬嘅內地股民，但係好景不長。內地監管機構好快就意識到中摩斯存在極大嘅監管漏洞。首先，佢要過咗內地每年每人5萬美元嘅外匯線額管制，好多人透過各種虛實渠道將人民幣變成港幣和美金，
然後放落呢啲互聯網券商到炒股票。跌啊！呢啲券商喺內地並未取得正式嘅證券業務牌照，屬於本質上嘅無牌駕駛。於是前2年監管風暴正式刮起，中央明確指出，借利跨境互聯網券商嘅做法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要求他們進行全面整改。結果大家都見到咧，幾間龍頭券商嘅手機應用程式喺內地全面殺閘，亦冇再允許招攬新嘅內地境內客戶。至於已經開咗戶口嘅老客戶，雖然暫時可以技術持有或者平倉，但係資金嘅調撥已經受到極大嘅限制。內地嘅銀行基本上已經全面封殺向呢啲券商進行跨境匯款嘅通道。如果你想由內地嘅銀行賬戶直機預錢落去呢，啲券商倒買美股，基本上計100%會被攔極退回。而家市場上傳出嘅買港股、美股有核准備押，其實係呢個監管政策嘅延伸同深化。意思就是說，未來如果內地居民想將資金調往境外進行證券投資，可能不單止有符合外匯管制，甚至要向相關嘅金融監管部門進行詳細嘅申報登記，說明你筆資金嘅確切來源，同埋你買嘅到底係咩股票。如果未有呢個備案嘅憑證，無論係香港嘅銀行定係證券行，可能都無敢貿然接收你呢筆資金去幫你買賣股票。面對呢兩大浪潮，最先感受到切膚之痛嘅，絕對係一班喺香港最前線缺席嘅金融從業員。我最近同幾位喺中環、尖沙咀坐展財富管理同埋證券經紀嘅行內前輩深入清過，佢哋一坐低真係斟杯茶都未演，就已經開始大吐苦水。有一位喺一間中資大券商做咗超過10幾年嘅資深經紀，我哋叫他陳總。陳總話，過去最風光嘅時候，即係大優滯2017年、2018年呢幾年，港股成交量暢旺，內地比水不斷南下。呢時候，他手頭上起碼有幾百個內地嘅高淨值客戶，呢班客戶出手極之闊綽，動輒就是幾百萬、幾千萬港幣咁樣買入騰訊、美團或者阿里嘅股票。那時候，陳總單單是靠收佣金，每個月嘅收入都穩定喺幾十萬港幣以上，考證嘅月份甚至可以執到過百萬。他當時仲雄心壯志喺九龍村一口氣供咗2層樓，但係自從跨境券商被整頓，渣打銀行開戶審查變嚴之後，他哋生意簡直經歷了斷崖式嘅下跌。陳總話，而家內地客想月前過嚟買股票，過數難度交到好似打大佬咁，有好多客因為頂，互信大半年都月唔到錢，最後索性放棄香港市場，將資金調返轉頭投上內地嘅定存或者債券。陳總粗略計過一條數，由前年開始到今年，他個人流失嘅內地客戶資產管理規模，起碼不見到接近70%。如果換算咗他公司同埋他個人嘅佣金收入，呢2年內他個人手賺了起碼幾百萬港幣嘅佣金，而他整間分行流失嘅生意額，更加就可以用數以億計嚟形容。他無賴咁話，而家每個月領住底薪，只可以用外食艱難4個字來形容。其中1層樓甚至有考慮試讓賣出嚟套現，不單止是證券行、銀行嘅財富管理經理，即係我哋促請嘅客經，同樣過緊苦日子。另一位就係某間老牌外資銀行做零售財富管理嘅前輩透露，以前他們嘅主要口評指標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內地新開戶口嘅數量，以及即刻戶口存入嘅新資金。以前佢哋只有去大灣區的城市搞幾場財富講座，一玩就可以吸納幾十個富裕業主落嚟開戶，每個人起碼放晒100-200萬。但係而家因為合規部查得太嚴，他千絲萬縷返嚟嘅客，往往在合規審查嚟關就被打回頭，你知無知有幾沮喪。這位前輩同我講，我皮個確簽晒字，對晒文件，行晒所有程序，以為這張單穩陣啦。結果過了2個星期，合規部一封電郵落嚟，話懷疑個學資金來源有潛在風險，直擊拒絕開號。我幾十個鐘頭嘅心血就咁白費咗。個客仲有好憤怒咁投訴我，呢2年因為咁樣嚟做護層嘅生意，計落起碼有幾千萬嘅存款額，冇咗呢啲存款，我嘅業績根本達無到標，花工守咗一大截，不特止，仲有日日被上司就費。從這2位行內人嘅親身經歷，我哋就可以睇得出，這場開號同投資嘅寒冬，對香港金融業基層同中層員工嘅打擊是何等之大。這不是1-2個人嘅問題，而是整個行業生態環境嘅劇烈改變。咁如果銀行同證券業已經被監管到一隻毛，咁接下來
香港仲有哪些行業會面臨同樣嘅命運呢？行內嘅分析普遍指出，有兩個行業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嚴厲監管、全面整頓嘅目標。第一個咧就係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益視無數保險經濟賺到盆滿缽滿嘅行業——保險業。大家都知道，香港嘅保險產品一直以來對內地居民都極具吸引力。原因好簡單，香港嘅保險不單止保額高，保障範圍廣，更重要嘅是，很多保險產品都是以港幣或者美金結算，而且帶有儲蓄和分工成分。對於想對沖人民幣貶值風險、進行全球資產配置嘅內地中產同富裕階層來說，買香港保險簡直就係完美嘅避風港。在過去最瘋狂嘅年代，內地客落嚟香港買保險，是用旅程喼將咗一疊疊嘅港幣現金，直接去到保險公司嘅作廢處排序交保費。後嚟現金受限制，大家就改用內地發行嘅銀聯卡，透過刷卡買保險嘅方式，變相將境內嘅人民幣資產轉移成境外之美金資產。當年一單單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保費嘅大單，在尖沙咀嘅保險大樓裏面天天都在上演。但係降中做法早就引起了國家監管機構嘅高度關注。其實早在幾年前，銀聯就已經暫停落內地居民在境外購買具有資本投資性質保險嘅刷卡功能，只允許購買少量嘅醫療、意外等收費性保險。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過去2年，隨着內地與香港全面復場，內地人落嚟買香港保險嘅熱潮再度復燃，保險經紀又開始諗出各種方法。例如指導客戶在香港開立多個不同嘅銀行賬戶，然後分批將資金違約，再用本票或者自動轉賬嘅方式來交保費。根據最新嘅行業數據，內地訪客帶來嘅星造保單保費依然佔了香港保險市場合同一個非常舉足輕重嘅比例。但係事實冇有永遠嘅虛實地帶。業內人士透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以及內地嘅壞賬管理部門最近已經開始聯手收緊尺度。未來的趨勢非常明顯，就是保險公司將會被要求實行與銀行同樣嚴格嘅了解你的客戶以及資金來源審查。以前你買保險，保險公司可能只要求你申報收入，但係未來如果你買嘅是高保費嘅儲蓄型保險，保險公司可能會要求你提供極之詳細嘅資產合法來源證明，例如你賣樓嘅合同、公司分工嘅稅單等等。如果你無法提供，保險公司為了不被監管機構處罰，只能拒絕接受你的投保。同時，對於保險經紀在內地進行非法境內招攬、宣傳香港保險嘅行為，兩地嘅執法部門亦在加強打擊。很多遊走在兩地之間、沒有兩地相關牌照嘅所謂地下渠道或者轉介人，將會面臨全面清剿。所以，香港保險業高度依賴內地客嘅黃金時代，好可能正在走上終結，迎來一個全面合規、利潤暴跌嘅新常態。第二個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監管目標嘅行業，就是近年在香港炒得熱烘烘、政府大力推動嘅虛擬資產及加密貨幣行業。香港近年高調宣布要打造全球虛擬資產中心，推出了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制度，甚至發行了亞洲首批比特幣同以太幣嘅現貨指數基金。這次看起來非常之宏大，而吸引了無數資金和金融科技人才湧入香港。但係在這個光鮮亮麗嘅背後，卻存在着一個巨大嘅政策矛盾和監管隱患。大家又明白呢啲對於加密貨幣嘅態度是節切堅決和嚴厲的。早在幾年前，內地就已經全面禁止了所有加密貨幣嘅交易、挖礦以及任何形式嘅宣傳，將虛擬資產相關業務全部定性為非法金融活動。因為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實行一國兩制、擁有獨立金融體系嘅地方，卻大張旗鼓咁將加密貨幣合法化、規範化，這種一邊全面禁止，一邊大力發展嘅微妙關係，自然催生出無數嘅灰色想象空間。在過去這段時間，中環同尖沙咀街頭開滿了各式各樣嘅加密貨幣找換店，有些找換店主打一個方便快捷，號稱客戶可以拿咗大量嘅現金，或者通過某種境內轉賬，就可以直接喺店內換成加密貨幣，或者將加密貨幣換成港幣現金提走。這裏面究竟有多少資金是來自內地，想要透過加密貨幣這個將資產轉移到境外？行內人其實先知道明，雖然香港目前合法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只允許服務通過了嚴格身份認證且非內地居民嘅客戶，但係那些遍佈大街小巷、
缺乏監管嘅產壞走飯店，卻成為了資金外逃同洗黑錢嘅巨大漏洞。國家監管機構絕對不會對這個漏洞坐視不理。其實香港政府自己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嘅嚴重性，早前就已經提出要將這些場外找換店納入海關嘅監管體系，要求佢哋必須申請牌照，並且對所有交易客戶進行實名制登記和資金來源審查。隨着監管往越支越密，未來的虛擬資產行業在香港將會面對極度嚴苛嘅審查。任何涉嫌協助你哋資金違規出境或者洗黑錢嘅虛擬資產平台和走飯店，都將會面臨滅頂之災。香港想做嘅是一個強正、合規、面向全球機構投資者嘅虛擬資產中心，而不是一個幫境內資金散紙變美金嘅轉口港。因此，機構行業接下來嘅大洗牌和大整頓，絕對是避無可避。睇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悲觀，覺得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幾日不成，買嘢不準，實在是優勢盡失。未來的路到底該怎麼走？其實我哋需要用一個更加宏觀、更加客觀嘅角度去指讀這場正在發生嘅巨變。過去幾十年內，香港金融業嘅繁榮，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建立在兩地制度差異以及外圍管治利差嘅灰色地帶之上。很多錢要進香港，並不是因為香港嘅金融產品做得比紐約或者倫敦好多手，純粹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最方便、最靠近內地嘅資產中轉站。但係隨咗全球對於反洗黑錢同金融透明度嘅要求提高到歷史新高，加上內地自身對於金融安全、防止資金惡性外逃嘅戰略輸有，這種依賴虛實地帶大食嘅舊模式，品質上就是不可持續嘅。現在我們見到嘅所謂全面收緊，與其說是香港金融業嘅沒落，不如說是香港金融體系正在經歷一場痛苦但必須進行嘅排毒同轉型。銀行開戶嚴格，買股票有合規，保險和加密貨幣被嚴查，這一切嘅代價固然是短期內金融業嘅生意額大跌，基層經濟收入銳減，中環嘅寫字樓租金承壓。但是這個過程換來嘅係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堅韌嘅、更不容易爆發系統性風險嘅金融生態。一個真正國際化嘅金融中心，其核心競爭力應該是完善嘅法治、自由流動嘅資金、國際化嘅專業人才，以及與全球主流金融市場環美接軌嘅監管體系，而不是靠幫人走資或者裝政策漏洞嚟生存。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或者在行內待食嘅朋友來說，與其天天抱怨政策收緊、懷念過去嘅風光，不如盡快調整自己嘅心態，適應這個全面合規嘅新時代。未來拼嘅不再是誰能幫客戶組更多嘅虛實資金，而是拼誰能提供真正高質素國際化嘅財富管理方案，拼誰能在合法合規嘅框架之內，幫客戶在全球市場找到最優質嘅投資資產。今次關於香港銀行開戶、證券、保險同加密貨幣行業監管內幕嘅深度分析，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面對這場席捲中環嘅金融風暴，你又怎麼看呢？你覺得香港能夠成功轉型，還是會漸漸失去光芒？